各位係高芳田同大家睇天氣。本港啦，今日大致天晴，都幾乾燥下㗎。下晝咧，相對濕度普遍喺60%以下。我哋睇睇衛星雲圖啊。嗱，一道高壓脊咧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。天文台今日錄到嘅氣温啦係介乎19.1至24.8度，相對濕度喺57%至84之間。風勢方面係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。而家啦係23度，相對濕度係64%。由午夜到今日下晝6點，天文台並冇雨量記錄。提埋大家啦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一齊睇睇天氣先生嘅預測。預測啦，大致係天晴同埋乾燥。聽日啦，部分地區會有煙霞，氣温係介乎20到26度，吹微風。聽日稍後咧會轉吹和緩嘅偏北風，要留意啦。星期二咧會顯著轉涼㗎。本週中期啦，氣温會降至15度以下。大家咧記得着夠衫啦。而環保署預測嘅空氣污染水平係中等至甚高。預測啦，聽日最高嘅紫外線係6，強度咧係屬於高。有嘅時候去世界各大城市睇下天氣。北京係天晴，上海密雲，成都有驟雨，廈門同廣州係多雲。澳門有煙霞，台北、首爾同東京都係多雲，馬尼拉有雷暴。胡志明市同新加坡有雷暴，曼谷同孟買係多雲，吉隆坡有雨。雅加達有薄霧，悉尼同布里斯班有驟雨，墨爾本有雷暴，奧克蘭係多雲。洛杉磯同紐約都係多雲，三藩市有雨，溫哥華密雲，多倫多會有雪。歐洲方面，倫敦聽日係明朗，巴黎同阿姆斯特丹有雨，法蘭克福同蘇黎世都係有雪。天氣報告完啦，拜拜。